观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哦，各位变天要落雨咯。气象署表示讲，暗时开始，因为黄sơn雨的方面接近哦，全台湾会开始落雨，嘛可能会落雷公雨，甚至有一寡所在会熊熊落大雨。无介稳定的天气哦，就爱到拜五，所以民众哦，这几天要出门出外，就爱特别注意。把握日时的好天气，气象署表示，因为黄sơn雨面渐渐划进台湾顶面，为28日暗开始，各地会有局部阵雨，也是雷状雨的几率。虽然毋是一直咧落雨，也毋过下晡时小范围嘅天气，像有瞬间大雨顶，而且这款无稳定的天气会继续拜五。这种环境下发生的对流，它是比较容易带来瞬间大雨，那甚至有些雷击或强阵风的形态。所以，当对流通过的时候，要留意在户外活动可能要注意安全。因为最近有几啊个水库的有效跳出了食力，若阁无落雨，可能会爆发欠水危机。根据经济部水利署上新的水情监测，保证全台水库跳出率上低是北河水库只有16.3%，咱们水库、南化水库跳出率拢无到3成，金门水库甲宝山水库是无到5成。这个礼拜开始，我们预期应该会有一波比较明显的这个梅雨。那应该可以替各个水库带来一些降雨。气象署表示，这波黄sơn雨面爱到拜六才会减弱，也毋过有望有局部雷雨发生，爱到礼拜日方面管理，才会转做过到了后雷顺雨的天气形态。所以提醒民众，这礼拜外出的时阵，爱记得早雨区，搁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